中国疫情爆发，不幸往生的染疫者暴增，火葬场全天候运作难以负荷。传出四川电炉炼钢厂向当地政府申请殡葬火化业务，但是网友爆料文章迅速被中共删除。我们辽宁省安源市都说不死人，你看这死多少人，全是人，已经停尸房已经装不下了，这是地下车库临时改了，看看多少。近3年来，中共的清零政策失败后，中国爆发疫情海啸。12月开始，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等多地殡仪馆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由于中共封锁真实疫情资讯和数据，《纽约时报》指出，外界在判断中国疫情严峻程度上，如同一场大型科学的猜谜。不少中国网友表示，现在看病难，买药难，火化也要排到2月份。近日网络流传出的惊悚一幕，穿着校服的10个人自行在空地上焚烧火化自己的亲人，影片还可以清楚地听到阵阵哭声。另外，自称中国经济学家的微博账号李三笑29日披露一封信件，四川电炉炼钢厂向当地政府表示，钢厂今年以来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设备闲置，员工放假。由于疫情等因素，殡葬业的火化设备超负荷运转。信中称，钢厂电炉火化一具尸体的时间更短，希望当地政府允许钢厂增加殡葬火化业务。资料指出，工业用的电葫芦温度可达1800摄氏度。四川电炉炼钢厂想要加入火化遗体业务的信件吓坏了网友，李三笑的爆料也很快被中共删除。王毅卸任中共外长后，出任了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同时任命驻美大使秦刚为外交部长。中央社报道称，随着秦刚及王毅在中共台面上陆续就位，其好钝言论未收敛，未来中共外交路线可能要进入新战狼时期。中共从2019年一改过往韬光养晦的外交模式，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从外交部长、发言人到中共驻各国外交官，都以凶猛的外交术语、威胁的口气，发出了一系列的进攻性言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感。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持续让非洲等贫穷国家还不起钱，陷入了债务危机。如今，一带一路苦主又新增埃及，因外汇紧缩，价值95亿美元的货物滞留在埃及港口，致使埃及被迫在6年内第4次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埃及第一条轻轨铁路背后的承包商是中国的建筑企业，是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一环，如今导致埃及陷入了债务危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是如何陷入困境，像是用中共资金建造的国际机场空无一人，深水港口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一些交通项目建设一直缓慢进行，还有一些正在启动和运行的项目使贫穷国家背负着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为了避免埃及财政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批准提供为期46个月的30亿美元贷款，这是埃及6年内第4次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54个国家中，就有46个是一带一路计划的合作成员，许多项目面临资金断裂停止的处境。越来越多开发中的国家背债数千亿美元，完全掉入了中共的债务陷阱外交。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中国未来数个月的中共病毒感染数字可能会如同丛林大火般的上升，将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并拖累地区及全球的经济增长。1月1日，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访问时，提到全球经济状况，表示2023年对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而言将会是很艰难的一年，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包括美国、欧洲和中国，都预期经济放缓，并提到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达到了全球平均或最低全球平均增长，是40年来的首次。他回忆上月访华行程期间，处于一个中共病毒清零的气泡城市，一旦民众开始出行，情况就会变得难以持续。警告说，今年全球1/3的经济体将会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表示新的一年将比过去的一年更加艰难。